餐桌凳子和茶杯都是旧式的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家店，每天都客似云来，绝大部分都是附近的街坊和工薪一族。这一盅炖汤名叫古井甘来，价格12块钱，相对它的价格而言，性价比可以说巨高。原中炖出来的老火靓汤真材实料，有淡菜、凉瓜、黄豆、猪肉，汤清如水，但是喝起来苦后回甘。个人独爱它这一道炖汤，而且我在这边住了那么久，它的价格几乎没有变过。12块钱能有这种水准的炖汤，个人推荐。这一碟烧鹅价格50块钱一粒，可以指定要上下装，我就要了上装。上装没有那么肥，而且猪肉量呢也会多一点。上下装没有好坏之分，就看个人的喜好了。搭配的是一小碟酸梅汁，烧鹅的成色还算比较好，外皮呢烧制的很松脆，吃起来很松化，很香脆。肉质富有一定的嚼劲，吃起来呢是鲜甜的。它这个鹅选用的不是雪鹅，那是不是当天的鲜鹅呢？我就不敢肯定。吃烧鹅，个人喜欢这种略带肥膘的部位，那种鹅油的香气啊，真的会越嚼越香。现在有一些做得比较好的烧腊店，烧鹅的价格都卖到60左右一斤了。它这里50块钱一粒，能有这种水准，个人觉得是可以的。吃烧鹅真的不太建议搭配酸梅酱，鹅油和鹅肉的香气呢，很容易就被掩盖掉了。这一道鸡杂炒菜心价格30块钱，这一道菜品个人直接给它满分。吃起来啊，真的一点都不会觉得油腻，但是却炒得锅气十足。鸡肝吃起来没有什么腥味了，是干香的。鸡肾也处理得很干净，开了刀花，吃起来呢是爽脆的。不太爱吃动物内脏的我，却特别喜欢它这里的菜心炒鸡杂。鸡杂表面炒得略微有一点焦香，表面裹了微甜的酱汁，完全不会有那种油腻的感觉。菜心炒得油光发绿，吃起来很爽脆。这一道菜心炒鸡杂完美，没得雕，足见他厨师火候的功底了。最后这一道瓦煲煮手里脊，价格38块钱，锅气十足的一道菜品，特别适合拿来下饭。在火候方面把控的比较好，鸡的表面呢是略微有点焦香的，酱汁微甜，也调得很棒。选用的鸡就是普通的走地鸡，算不上是靓鸡，但是口感方面也不会柴，鸡肉的口感吃起来还是比较滑嫩的。在调味方面加了大蒜、香菇，另外还有姜片、香葱和辣椒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它的灵魂所在就是加了沙姜。火候独到，而且非常入味的一道菜品。你要说它美中不足的，就是稍稍有点油腻了。这种瓦煲举出来的菜呀，是真的香。诚意分享给朋友们的一间好店，能称得上是饭堂级别的。喜欢这种接地气的餐馆，记得加我关注，别忘了一键3连。那么下一期同样会给朋友们分享一家潮汕大排档，生意火爆，而且出品非常的地道。之前给朋友们分享过潮汕永记鹅肉店，也是一间非常接地气的潮汕大排档。相比之下，这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间潮汕大排档。那么有兴趣的朋友，记得加我关注，留意下期的视频了。我是大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请问朋友们，你们附近的汉堡王生意状况怎么样呢？今天我来到的这间汉堡王是位于广州花城汇的分店，能看到啊，中午饭点的时候，店里面的生意状况非常不错，貌似所有汉堡王的店都有一个通病，